议员吴玉环上午的市政总质询，首先依着一份中介主务网的民调，表示65岁以上的长者想要来租厝，大约有9成的厝头家无愿意，加上家己实际电话实测，不管是60岁以上，或者是降为50岁，甚至家己40几岁，厝头家嘛无一定愿意来出租，只愿意租予学生或者是刚出社会的少年人。因此，就长者租厝的无容易，提出甲市府来探讨。老两口们自己搬出来租房子住，但是房东一听到他们要租屋很快就会拒绝。房东强调他们只租给学生跟年轻的上班族，理由是年长者的年纪跟这些年轻人有相当大的这些差异不仅生活习惯不同，作息时间也有差异所以租屋者有年龄的限制几乎都只限租给这些年轻人。那为了了解租屋市场的实际状况本席根据租屋市场上的资讯一一的打电话来询问，花了整1个下午的时间，打了超过20通的电话。只要提到是租屋给长辈住就大部分都会遭到房东的拒绝，连租屋者的年龄我都把它降到了50岁房东他也是不愿意松口要出租意愿都蛮低的啦。因为你自己打电话就可以实测看规个波的实测就可以看到很多人都对年长者，不只是包括65岁以上，甚至50岁以上，甚至您刚刚提到40几岁都会被拒绝这个部分我们要来修补这个问题。修补的方式，第一个看可不可以用一些加强宣导的方式。第二个，我们即将完成的这些社会住宅的部分，是不是可以提供一部分的比例来优先提供给年长者？议员表示，随着人口的老化，为了让长者食老有所在通好住，伊嘛以台南市目前规划甲兴建中的社会主体，总共8000多户，希望会用提拨部分的比率，让长者来承租。对此，市府嘛回应，会来想办法，甚至连过去学校边学生的宿舍，因为少子化学生减少，市府嘛会来积极纳入考虑。台南新闻林跟张硕维采访报道。